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K，歡迎返嚟我嘅頻道。各位日日搏殺、努力儲錢嘅朋友仔，今日想同大家傾一個好少人敢同身邊朋友講嘅真相。你有冇發現身邊努力儲錢嘅人，往往都係最塞、最焦慮、最慢翻身嘅人？佢哋少亂使錢，少請假休息，唔敢犯錯，一世喺度提醒自己要節儉、要忍耐、要忍耐落去。呢個現象睇落好自律、好成熟、好負責，但背後佢哋偏偏驚失業，驚有意外發生，驚人生行錯一步。今集影片內容分享點解越儲錢越多嘅人反而越有金錢壓力呢？如果大家對以下內容有任何睇法，歡迎留言分享。入主題之前啦，老規矩，記住幫我按個 like、訂閱頻道，開埋隔離小鐘仔。咁你就唔會錯過我每一個星期六嘅最新投資分享啦。如果大家需要開設證券賬戶，不妨可以望下下面資訊欄嘅資料。另外，我自己係另一個平台有自己付費會員頻道，主要分享我自己操作同埋心得資料，同樣係資訊欄。如果有意加入，都只係一杯咖啡仔價錢，希望得到大家幫手支持啊！好啊，我哋入內容部分啦。其實有金錢壓力問題，難道真係出喺唔夠努力呢個因素身上咩？答案未必係。真正嘅問題係我哋被一套從細到大冇人質疑過嘅邏輯綁死咗。只要一直儲錢，人生就會變好呢句說話身上。於是好多人用一世嘅力氣都花喺唔好出錯上面，而唔係花力氣盡量令自己有能力喺向前行身上。靜靜低諗下，我哋會明白。儲錢呢件事確實幫到自己增加有安全感，但未必可以俾自己有更多選擇，甚至解決金錢上焦慮啊！單純儲錢呢個行為對多數人嚟講唔係翻身工具，而係一世嘅枷鎖。儲錢本身冇錯，錯嘅係好多人將儲錢當成咗人生唯一嘅財務策略。當變成唯一策略，你嘅人生其實已經靜靜地進入防守模式。呢套模式邏輯入邊，你嘅第一優先唔係成長，而係避險，即係暗示出你千萬唔好出事。而你每日努力返工嘅目標，又唔係為咗將來走向邊個方向，而係單單確保唔會跌落財務深淵。你最怕嘅唔係錯過機會，而係發生意外。當然啦，咁樣做法確實係可以撐得耐一啲。不過只可以用嚟換一種可預期唔出錯嘅生活啦。呢套防守邏輯睇落好成熟、好負責，亦好安全。不過當中有個致命嘅限制，就係幾乎冇可能帶自己去到全新嘅位置。防守型人生最大問題唔係窮，而係被困住。當所有人生決策都圍繞唔可以出錯呢個中心思想，大家會自然避開一切需要嘗試、需要等待、需要承擔既不確定性選項。久而久之，自己會發現唔係唔努力，而係再點努力只會原地打轉。呢套模式從而解釋到點解好多好識儲錢嘅朋友對未來充滿焦慮感。投資大師霍華德馬克思喺《投資最重要的事》書中入邊講過一句說話：你能否成功，取決於你係風險同報酬之間如何定位自己。呢句說話放喺人生上面一樣成立。當自己永遠只揀最低風險嘅位置，自己所得到往往亦係最低成長嘅結果。儲錢可以保命，但好難改命；可以避免跌落低谷，但唔會主動帶你前進。另外，仲有一個更殘酷嘅事實，係愈努力儲錢，時間反而會變成你嘅敵人。對多數人嚟講，時間從來唔係盟友，而係壓力放大器。現實世界十分有骨感，金錢如果冇隨住時間成長，咁肯定係自己嘅責任。一開始以為只要努力儲錢，人生會慢慢安心，但時間一過，自己會發現世界完全唔係咁樣運作。當你有供樓責任出現，家庭責任變多，年紀越嚟越大，體力越嚟越差嗰時，可以選擇嘅成本會變得越嚟越高。時間呢個朋友冇幫你減輕負擔之餘，仲居然一層一層喺你身上加大重量。大家有冇呢種感受呢？確實，當身在喺呢種狀態之下，自己只會越保守，越嚟越唔敢轉彎，唔敢嘗試，唔敢停低重新開始。
因為每一個選擇背後都會綁住如果做錯咗點算嘅恐懼。確實真正問題唔係唔夠努力，而係時間呢個因素出現，增加咗責任，但冇放大你手上嘅資源，咁自自然然佢就會變成你敵人咯。投資大師巴菲特喺巴菲特寫俾股東的信入面講過一句關鍵嘅說話：時間係好生意嘅朋友，係壞生意嘅敵人。呢句唔單止適用於投資，仲適用於人生財務選擇。意思即係如果我哋財務結構唔可以隨住時間自動變好，咁當我哋人生越走得越長，我哋就會越壓迫。唔係因為我哋做錯事，而係我哋冇好好地叫時間好好工作。唔知道大家聽唔聽得明白呢？最後好多退休老友記都提過其中一件後悔嘅事，就係年輕時冇好好理財，儲錢只係第一步，但唔係終點。如果行完第一步之後就停止唔前進，咁樣人生有選擇嗎？好啦，問問大家，你哋有冇曾經處於努力儲錢但有焦慮嘅狀態呢？歡迎留言分享。好啦，以上話題如果對你哋有幫助，記住按個 like 同訂閱頻道啦，同埋可以分享俾自己身邊嘅朋友聽啊！今日影片就到此為止，多謝大家收聽，下一條影片我哋再見面。